行政長官梁振英下晝就係出席地區諮詢會㗎，咁期間就有人向台上面掟雞蛋同埋雜物，在場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被雞蛋掟中咗頭部，警方拉咗2個社民連成員涉嫌襲擊他人。施樂秋報導。事發嗰陣，梁振英正係作開場發言，社民連2個成員突然之間衝向講台。雖然被保安人員攔截，但先後掉咗雞蛋同埋1個公仔。請幫佢送出去。雞蛋冇掟中正係發言嘅梁振英，反而掟中坐喺梁振英旁邊嘅曾俊華。工作人員即時上去睇下，曾俊華睇嚟並冇大礙，但係個頭就污糟咗，要入後台清理。梁振英表明會追究。我哋容許有唔同意見嘅人用平和、理性、守秩序、合法嘅方式嚟表達佢哋唔同意見，但係我強烈譴責剛才呢位人士用暴力嘅手段